来看位伫高雄大庇护园区的国立原住民博物馆哦，年底要动工，来拼2032年完工。也毋过，一礼拜附近大约1公里范围的树仔拢互撤掉。有民间团体是认为安尼做实在是破坏水土保持，呼吁着爱随停工哦。也毋过，市政府是表示讲，因为旧年风台附近有真侪树仔拢倒，这是咧清理环境，无乌白撤树仔。 脚踏车乌开了后，本地正乌的再生树林变作是光溜溜的黄土，敢若保留看水的景观胶布。护树团体、民间团体就集集，安尼是破坏水土保持。博物馆明明这么多的森林，它都要保留。动工前哦，还不是正式工程哦，就一堆怪手进来把树挖掉。那这个东西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诧异啦。明明就要动工了，为什么要急着来做这样的一个破坏性的整理呢？种草比较好看吗？ 从近邻减碳或者是都市景观各方面来看，种草比没有比较好。民团指出，去互毁掉树林是国立原住民博物馆的预定地，按算今年要动工，基地有20多年养成的再生树林，而且这土地顶头有80%以上是山坡地，一半以上是15度以上的山坡地。原博物馆的宽屏也当看到生态丰富，有粉礁型、红雷等保育类动物。树仔撤掉的海洋生存环境消息，呼吁市政府赶紧停工。枯树枝等等的一个清理，那相关的一个自然生态富裕的部分，我们尽量的来保留相关的一些植被啦。 市政府表示，这个案件因为去年风台了后，真侪树仔倒去，还有废弃物，加上大庇护青年活动中心对民国105年收起来了后，就无人去管理，避免生蟒虫，才进行环境的整理，无乱草树仔。后续生态保育部分也会参考民间团体意见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